兄弟大家搞早，大家搞早，庆幸未？OK， 用欢喜的心，咱伫上帝家要来吟诗学乐来敬拜。这是咱来看今仔日的启应文。这少年呢，今仔真欢喜，这青年少年伫咱的中间吼。用母亲的话 mother tongue， 用老母的话，咱来做一个启应文第2篇诗篇第1篇吼。来，咱来读者。我这个头前这也无 ，hello， 头前这也无，呀、OK， 会场看有，我才看无来，咱斗阵来预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吼，无坐亵渎者的位。这款人真有福气。伊爱慕上主的律法，每日勤读伊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袂打去。伊所做一切拢兴旺，歹人就毋是安尼。伊亲像粗糠，互风吹散去。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为互上帝算账，伫义人的会中，罪人徛袂牢。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歹人只有灭亡一条路。只有咧讲粗糠，毋知影咱遮的青年知影粗糠是啥物无？粗糠是啥？咱即摆吼，遮台湾话有当时连咱家己的子孙在怎点慢慢无去哦。粗糠咱即摆咧食米吼，米外口迄个壳，经过迄个机械放过了后，咱即摆咧食的就怎伊迄个壳甲米怎分离？迄个粗糠就是外口迄个壳。即摆。咱以前若呢，迄个去米店，去咧订米然后咱要卖米，然后有一堆的粗糠，迄个粗糠若风若夹落了后，粗糠就走了去，迄个米就落落去，所以咱即摆，所以伊迄个用风甲粗糠甲米甲分离，所以歹人亲像粗糠。互风吹去，但是义人永远徛在伫迄个所在。这伫咧鼓励咱所有的人，望愿咱一世人亲像义人，不管外口的风怎样吹，咱拢会当伫上帝爱咱徛的位徛好调。来，咱来看今仔日要吟的诗。491首，打伫青年时代。因为这个是青年的歌，所以咱的速度袂使伤慢哦。唱落亲像青年一般一个来。打伫青年时代。人生充满选择，思想看法找求引导，面对万语言，主我要归你，叫你引带无你，伫我的生所行所做。做你形象之一，第一再去一摆较紧一寡来。打伫青年时代，人生充满选择，思想看法找求引导，面对万语言，主我要归你，求你。带无你，伫我的生所行
姓氏的歌词拢足水吼。这嘛是一种的祈祷。咱来看589首，589首。稍等下，是的，这个毋对。亲爱主，牵我手。看第几首？伊这个589，是嘞，是我写的，是我弄毋对，我咧创489，食老啊！嘿嘿嘿嘿，来，亲爱主，来。亲爱主，看我手，引带我伫徛在，我也先真软弱，上失败，经风烟过暗暝，带我行。亲爱主，看我手到天顶，较紧一寡来。亲爱主，看我手，引带我伫徛在，我也先真软弱，上失败。经风烟过暗暝，带我行日光明。亲爱主，看我手到天顶。好，咱三角来祈祷，陪伴咱的心，用欢喜懊恼的心。我要进入伫上帝你的殿院，这个殿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这个殿用耶稣基督做厝角头的石。这个殿有上帝的神伫遮。这个殿当阮大家三听三扶持、三角牵手、三招呼，用温暖三角来自接的时，上帝你要连接阮，互阮看见伫上帝的厝内是何等的水。阮有做软正，阮毋敢看别人会歹，阮只有亲像迄个抽象的，阮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怜悯阮，因为阮有罪啦。独独有罪的人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怜悯，愿你用慈悲的圣手牵阮，甲阮讲细囝，你会成就你啦。阮即个时，阮要用热情甲信心来称君，阮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要甲这个青年人三甲用欢喜来懊恼，愿圣神将阮的祈祷、懊恼、敬拜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愿主听阮，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咱闭办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三个主旨来学乐主，咱个三个主旨当心合意，奇妙事的卡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主旨。
妙事，奇妙事你较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搁三脚主持来学乐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大家这礼拜搁三脚主持伫遮来做伙来敬拜阮的上帝。今麦阮用欢喜的心、快乐的心，做伙来学乐阮的上帝。咱搁三脚主持，咱搁三脚主持来学乐主，咱搁三脚主持，同心合意。奇妙事你较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搁三脚主持来学乐主，咱搁三脚主持，咱搁三脚主持来学乐主，咱搁三脚主持，同心合意。奇妙事你较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搁三脚主持来学乐主。即马邀请各位起立，阮来甲四周的人甲伊讲平安，真欢喜，即礼拜看到你，阮做伙来学乐为上帝。平安，平安，看到你。咱搁三脚主持，咱搁三脚主持来学乐主，咱搁三脚主持，同心合意。奇妙事你较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搁三脚主持来学，咱搁三脚主持。来学乐主，咱搁三脚主持，同心合意。奇妙事你较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搁三脚主持来学奇妙事。奇妙事你较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搁三脚主持来学乐主，一切荣耀学乐，一切荣耀学乐，拢归我主我的心。你是看你无勇敢学乐，大人大声学乐，搁求耶稣的名。看你无勇敢学乐，大人大声学乐，搁求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我们做伙来跳舞哦。学乐主，哈利路亚！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乐主，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
各位请坐。阮即摆安静阮的心来唱这条歌，耶和华祝福满满。山中的白灵是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事真福气，好地像我的热心，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无煞。山中的白灵是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事真福气，好地像花的结实，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无煞。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无煞。山顶的白灵是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上帝每一天拢伫阮生活中充满祝福满满，伫阮每一天。阮应该用快乐的心、喜乐的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阁有挑战。阮即摆阁来唱一摆山中的白灵诗。山中的白灵是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事真福气，好地像花的结实，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无煞。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无煞。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
了千上一命永无双，何乐千上。何乐千上一命永无双。请起立。来啊，咱来唱歌阿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只是请有缘徛的来坐念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心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请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请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愿众兄弟姊妹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我嘛要用阮的全心全意献伫你的面前，愿你的心欢喜。我嘛要因为你来快乐。今仔日是通欢喜甲感恩的日子。过去几个礼拜，教会青少年伫丰原的仁爱教会甲本会拢有举办儿童的夏令营，因带真侪囡仔入捌上帝，将福音的真旨也伫因的心中，嘛互参与的青少年得到侪侪学习甲成长。煞来伫7月底，本会为着青少年嘛举办成人礼，求主保守参与人员的出入平安。今仔日是青年纪念主日，礼拜中有真侪青少年参与教会服侍。使徒保罗有讲，不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心的人的模样。安尼的话，毋但是对青少年，也是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提醒。毋望阮保持一颗少年清气的心，面对生活中的考验、信仰中的服侍，拢会当欢喜来承担。主啊，嘛求你看顾阮，愿你的圣手扶持帮助遐心灵软弱、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阮需要你的疼，伫逐项事来坚固阮。安尼切切的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来启应文第2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亵渎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这是来看圣经节。请少年团体会长庄维凯。
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传道书12章第1节。传道书12章第1节，你着伫少年的日纪念创造你的主，就是患难的日也袂到。也恁所讲，我无通伫伊快乐，遐个年也袂近的时。即是来读金句，请少年团体副会长刘宏伟。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箴言9章第10节，箴言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位上的就是聪明。学乐，信歌队要学乐的诗歌是长远夜景。学乐煞请王牧师讲道，题目是对箴言第1章到第9章学智慧人生。传道书安尼讲，着趁你少年也袂衰败，衰败的日子也袂到以前，着纪念创造你的主。趁你少年衰败的日子也袂到以前的时，着爱纪念创造你生命的主。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则佫对少年人，原来有一句真要紧的话，嘛是拄则书会的人带咱读的。咱斗阵做声用华语来读一遍，好无？预备来，年轻人啊，别让人小看你年轻。
无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各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少年人唔通因为家己年纪少年，家己看轻家己，我讲我少年我无路用，则讲颠倒少年人都爱家己有自信爬起来，然后伊伫言语、伫讲话、伫行大、伫听心、信心、清气各方面所行所做所讲，逐项做正信徒的模样。正信徒包括爸爸妈妈无？有，所以我要伫遮甲咱遮的青年人讲，恁已经大汉了，恁的行大所做若合宜，恁的讲话、恁的意见会影响许大人伫厝内的裁决。所以这个是真要紧的代志。有当时啊，少年人爱甲爸爸妈妈谈判，讲爸爸妈妈，我安怎样？我照你的意思，还是我来完成这个部分，迄个，请你原来斗配合，请你原来互这个家庭某种的一寡物件气氛会当改变。少年人，你若会当好好认捌创造生命的主，这个上帝要帮助你一步一步行往一个足无共款的未来。真侪人伫咧追求知识财物，知识，圣经来讲的，较毋是知识。圣经来讲的是啥？智慧。真侪阿公啊、阿婆啊，伊无读什么册，伊无去过正式的学校，但是伊咧讲话显明伊的智慧，伊咧选择代志比遐个读悬册的人所选择所做较有智慧性。所以智慧是人生的一个精髓。有当时啊，少年人伊所显明的比有年纪的较有智慧。我恳求上帝帮助，真正互咱伫咱的人生每一个阶段会当定心发觉人生迄个新的部分，迄个是属天的智慧。咱若基础打好，然后你会亲像鹰鸟飞悬，因为将来有一日你要出去。你出去伫外口开始，伫咧开创少年人人生甲愿望的时，你基础若知，信仰徛好知，然后你将来你要出去，父母原来真放心，然后你家己的人生的活了足无共款。今仔日我要通过箴言的话，箴言第1章到第9章，然后我甲咱思考几项事。因为今仔日是青年的主日，所以我速度会较紧。第一，要通过箴言第3章第5节到第7节，这个只我来请咱斗阵读一下，好无？用华语预备来，要专心信赖上主，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他就会指示你走正路，不要自作聪明，只要敬畏上主，拒绝作恶。这个讲少年人一个真要紧的态度甲人物，伫你抑个少年的时，爱活靠创造生命的主，仰赖他，认定他。那安尼，我望所有的少年人，当然咧讲少年嘛，包括咱遮各种无共款的年龄。伫你的人生的岁月，你常常爱确认一项代志：你的生命是对上帝的恩赐甲创造。所以今仔日你会当活咧，你常常爱纪念，这是上帝听你，上帝恩待你。所以心内定定有上帝，认定你有一个上帝，然后这个上帝甲你同在，这个上帝疼惜，这个上帝保守，你的心内定定有这个上帝，然后你会听主上帝，遵循伊的道理，行伊所欢喜，唔通活靠家己聪明。你敢知影青年人到几岁时，定定甲父母拢会较会冤家，差不多对几岁开始？差不多高中，迄个国中、高中意见开始足侪。你知迄个国中甲高中的年龄，这10外岁的年龄，是安怎特别伊甲父母较会冲突？
这个真要紧。伊感觉我大汉啊，伊感觉这样代志我有我的看法，这样代志我的看法无比你爸爸妈妈较歹，所以开始家己有家己的主张。等家己的主张若出来时，哪有家己的主张，甲父母的关系就哪糟糕。遮咧讲青年人啊，伫你的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不要自作聪明。我望所有的青年人，你伫30岁以前，会当保持耳孔听，莫有伤多意见。你的意见会当伫私下好好表达，伫公开的场面，你嘛人若邀请，你会当伫公开的场面，人邀请你，你就好好表达。若无，你就点点加听，因为足侪人伊的意见甲你无共款，看法甲你无共款，绝对有伊的根据。特别伫即个遮，咱若讲咱若要学习，咱要成长，一个努力要成长的人，伊会听足侪无共款的人的宝贵的意见甲经验，对毋对？然后真侪父母真艰苦心，真无奈是囝老爸老母实在是听你即个意见无，互你即个好的意见无，啊你就是安尼直直安尼毋听，然后真侪你家己的意见，父母的听，父母的经验无法度传达，这是做父母的人足大的无奈。伫即个遮来讲，你着专心仰望上主，毋通挖靠家己的聪明。你若人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才有一个上帝，伊是用伊的大权能创造宇宙，伊有绝对的智慧奥妙，毋是咱会当理解。那安尼，咱对对咱少年的时开始敬畏上帝，无掠家己做中心。然后行出家己的自我，进入一个更较多彩的世界。这个世界太丰富，所以开始用谦卑的心伫咧向世界学习。所以真侪人若离开家庭了，伊会成长，伊会进入去捌真侪其他的家庭的文化，离开这个种族，佮进入另外一个种族，伊会成长，因为伫无共款的种族语言的中间，伊佮学着其他的物件。这个世界是足多元。然后才有一个上帝的世界，咱直直少年人的成长，怎啊慢慢啊直直进入到伫上帝的造化遐去。即个上帝讲，少年人伫你少年的时，就爱挖靠伊，爱认定伊。第二，伫即个遮讲，你着爱敬爱父母。咱才有一段的经文，咱斗阵来读好无？箴言4章第1节到第4节100来，年轻人啊，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诲，你专心领受，就会明白。我对你的教导都是好的，你要记住。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我是父母疼爱的独子，我父亲就教导我说，要记住我的话，不可忘掉，遵守我的训诫，你就有丰富的生命。少年人啊，就听你老爸的话，专心领受，你就会明白。你若专心领受，加听，安静听，你就会当真正看透、了解爸爸妈妈即摆咧甲你讲的是啥。你若无法度通安静听，直直要有意见，你真正听袂到。少年人啊，你着静听老爸的教示，因为老爸的教示，老爸会将好的互囝，还是将歹的互囝？好的，才咧讲，我对你的教导拢是好。老爸老母的看法无一定甲你同款。但是伊的动机绝对是好。那父母迄个好的动机，佮伊有真侪人生的经验，你无一定爱甲伊拢同款，但是你要静听，因为伊会当丰富你人生的某一寡角落，然后你佮加上你家己的。因为伫即个遮，我望少年人咧把握两个身份，一个就是伫地上生你的爸爸妈妈。
即个地上生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出世到即仔10岁、20岁、30岁，即世间无人比父母伫你的身上用的时间搁较侪，付出的金钱搁较侪。父母将伊的时间、金钱规个投入伫你的身上，即世间无人比父母搁较疼你。我安尼讲对毋对？所以父母一切拢是为着囝。即款的精神，只有做过父母、生过囝的人才知影。所以父母无可能害囝儿，但是真侪做囝儿的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到即句为止，即世间对世间人上歹的，就是对生伊的父母上歹，态度上歹，讲话上刺插。啊，这是一个真奇怪的，父母上疼囝，一切为着囝。啊，囝儿讲上差的话，就是对父母。但即个物件徛伫即本圣经箴言，伫咧教咱讲，少年人啊，着听你老爸的教示，注意听，你就要明白，伊逐项拢是为着你好。你若注意听，然后会丰富你的生命。伫遮地上的父母，你着爱敬爱。以外，你遮也阁有一个耶稣甲咱讲，我的上帝就是你的上帝，我的天父就是你的天父。做基督徒也阁有一个甲别人加一分的温数，就是咱也有一个啥天顶的老爸。无论你行到倒落去，生你的父母无法度缀你到伫遐，但是天顶的老爸，无论你到伫天边海角，伊拢伫遐咧固守。所以，着趁咱少年的时，认捌创造生命的主，毋通到伫年老衰败的时，才咧讲回头。哎呀，我若较早认捌即个上帝，我若较早有即个信仰，我的人生就袂遮尔崎岖坎坷，遮尔凄惨。因为这伫咧讲到天条主上帝，你的人生要得到大的智慧，你的生命要得到大的丰富。就敬爱父母。第三，则咧讲对箴言第4章23节，则咧讲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咱用华语斗阵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预备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这个遮和合本是讲，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是对心，一生是对心发出。一世人你的人生到底幸福还是悲惨，拢是在伫你怎样想。所以，你的心思意念真要紧，伊决定你的人生的动向。现代日本讲，你所想、所思、所想，思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对思想来定型。你的生命是对思想来定型，所以若是思想、心思意念，若是遮尔要紧，圣经甲咱讲，你着凡事感谢。你就凡事相信，你就凡事仰望，你就相信上帝的确为着你，一切拢是为着你的好。有当时你咧受苦的中间，莫怨叹；有当时你伫咧拄着艰难的时，莫讲好念，因为一切拢是为着操练你的生命的成熟丰富，因为。凡事斗斗来，要互听主的人安怎得到利益？凡事包括好歹事，凡事包括一切发生伫你的身上的事，无得为着单亲来艰苦心，无得为着父母安怎样来艰苦心，无得为着家庭的经济过头艰苦心，无得为着你考试无好势来艰苦心，一切斗斗来。拢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你听上帝，所以才搁伫咧讲到，
就趁咱少年的时，可能你讲啊，今日牧师咧讲，拢伫咧讲少年人。我即句已经55岁，我即句已经70岁。你为遮咧讲的是，不管你几岁，你都爱伫遐开始掠着上帝，伊要帮助你，伊要引带你的人生。所以基督徒伫咧培养的人格是非常正向的人格发展，非常正面。所以伫即个中间，我期待所有的少年人，你伫咧成长的时，学感谢的话，学欣赏。欣赏你目睭前每一个人，都绝对伊的身上有足侪咱会当学。毋通对少年的时就看即个毋好，看迄个毋好，然后所发表的代志拢是真负面。那安尼我甲你讲，即丛树啊直直大，你学偌济，就看即世间的歹偌济。圣经伫咧讲凡事谢恩，凡事。迄个会晓感谢伫，也阁相信上帝伫背后，上帝伫歹事的背后，伊要将另外的恩典赐给我。有当时伫咱的目睭前，有一寡人无好，真正是无好，然后你有可能约束你的喙齿，然后用你的亲爱的手骨、温暖的手骨，行入去伫伊的世界。通过你的温馨关怀，慢慢互相了解，改变迄个歹无。然后你是一个得胜者，你毋是徛定远远，伫咧批判物件、论断物件，结果真侪时阵是咱的看法还阁偏执。你的所思所想要注意，因为咱真惊伫咱细汉的时。一个心态若无好势的时，咱的怎啊人格怎啊定型落来？亲爱的兄弟，要安怎样真正甲你的囝儿带来到伫上帝面前，互伊有机会读圣经？这个圣经伫咧帮助，互你的囝儿对细汉的时敬爱上帝，伊的心内有上帝的信仰，有上帝的心思意念。伊敬爱上帝，然后伊会疼惜伊家己，伊会肯定伊家己，伊会欣赏伊身边的父母，友好伊的父母。会记伫即个遮，咱的教会伫咧讲的不是华人咧讲的孝顺，咱信仰咧讲的你要孝敬。父母的话，你毋是逐项拢爱顺叹。但是你爱敬爱伊，敬爱意思是我无要甲你对答，我无甲你应嘴应舌。父母的话我安静听，听了后我会消化。我无一定照你的方式，但是我会当用最到尾互父母你安心。因为我对细汉我所做的，毋是我父母所行的路。若无今仔我无徛伫遮，我定定咧讲，我7个兄弟姊妹，伫我第6个，我头前拢是国校毕业尔。佮迄个毕业证书是弄去个，反正都读6年，然后就去领，有读人无读的。所以必然到我嘛是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我是牛仔，天顶跋落来，叫医生叫袂来，叫西公跟去台。我若行对迄个庄头过时，庄头真正都有一个中年的妇人人。看到我牵2只牛，爱定定就走出来，进宅天顶跋落来。所以我若毋是有即个信仰，我厝内我无台灯，无书桌，我完全拢无遮个物。我都爱伫日头还未落山以前，我都爱 ABC 到家己，我都爱跟伫遐背好势。日头一个落来，我逐项拢无。佮父母老爸定定条衫咧，踮后壁。你毋去抠草，你是当安尼创啥？但要安怎样伫即个中间，咱也阁伫咧保守一个心思意念。加在迄个国校毕业迄个暑假，我决定讲未来我要做牧师，所以我明明正正无论如何，我中文爱学好，我英语爱学好，剩的我读了无好不要紧，应付过就好。至少即2项我要把握。因为我将来我要做牧师，心思意念
甲上帝定位定好了后，咱家己一个性命直直咧成长。当我咧讲这时，其实我咧偷看字幕。我原来伫咧看字幕，我嘛毋望咱斗阵伫咧看字幕这个性命，因为4年前到即仔，字幕已经无共款。对即仔佫4年后，对即仔佫30年后，你会看伊即个性命无共款。那将即个性命交互上帝，伊佫会当家己连接上帝，爸母完全会当放手，爸母会当完全拢毋免烦恼即个囝。即个叫做，即个人心思意念有上帝了后，伊家己的即个地基拢会知定位定好，然后伊的发展就甲别人拢无共，伊家己会当活出伊家己。所以我真担忧，亲爱的兄弟，我若看到咱就一寡人，拢干那踮厝内伫咧陪伊的囝读册，然后无伫咧鼓励伊来团契甲教会，我的心会急。因为伊心内若无创造主的人脉甲信仰，伊的人生、伊的人格，有当时啊都会发展。你遐尼疼伊，疼到尾啊，到尾后上伤害你的就是伊，因为伊毋知，伊捌的干那册尔。因底的敢若考分数尔，因为咱伫即个遮，请你，请爸母，带你的囝来捌上帝，牵条上帝，互伊的心思意念，拢会当伫真正面的人格来发展。即个比啥较要紧？心态、态度 （mental attitude）， 即个若弄好正，后壁伊会当足顺手。因为伫遮少年人，我要大声讲一项，即项代志可能恁无一定捌，所以我要甲恁讲，第4项我要讲的是，毋通替人做啥物啊？做宝，啥物叫做做宝？对宝，毋通替人做对宝。来，即个遮一段经文。因为下早起我敢若带咱读箴言第1章到第9章，所以遮第六章遮有一句话，咱斗阵来读一下，预备来。年轻人啊，你有没有答应替邻人作保，替陌生人还债？如果有这样的事，你就落在那人的手中。少年人啊，你有替朋友做保人啊无？基督徒会当替人做保啊无？有，我有替袂少人做保过。做保的中间有失败的，有成功的。基督徒，你若哪有疼心，有一寡人就会拿撞来找你，特别直直甲你。总特别甲你拜托，甚至甲你跪，甲你安怎样？然后有当时啊来真急切，牧师你要救我，我会自杀；你要救我，我会破产；你要救我，我会安怎？因为伫即个遮，我要讲的是，伫咱中间有一寡人伊的人生行过、度过，加在有人斗3工。今日有一寡人有法通行到伫今仔日，伫人生的过程，加在有人出手帮忙，所以才有你今仔日。但是我嘛要讲，伫咱的中间有一寡人，你的生活到即句也阁真艰苦，你的心到即句也阁真痛，是因为毋是你无工作，毋是你无趁钱，毋是你无积蓄，毋是。是你可能伫人生当时替人做保，然后怎扯落去。啊，遮特别咧讲的是年轻人啊，意思是伫你还阁少年的时，毋通随便替人做保。人要去借钱，你甲人代保，还是人咧赚无钱的时来甲你拜托，你真大条的钱互人借人，怎一世人摕袂转来？我到即句，我有亲情，到即句还阁爬袂起来。
即个讲少年人。所以人生，若到一个年龄，也未到一个年龄，也未到40岁，也未到50岁，你有可能一寡物件较保守的较好。所以不要随便替人作保。若假使你有朋友伫你少年30岁以前，真正有朋友真艰苦，安怎来到你的面前，咧甲你，我想你若会当你心内你家己有一个需要艰苦的人，艰苦需要的人，咱需要帮忙无？爱无？爱帮忙，绝对爱帮忙，绝对爱帮忙。但是迄个帮忙，你若摕出去，你有可能摕出去的钱，你心内都爱大声拍算讲，摕转来摕袂转来。可能你在想讲，即个就是对伊的帮忙吧？即个大概就是对伊的帮忙。下叫下，就是你心内可能。因为真侪时阵拿大条，你无一定拿摕转来，所以有一寡人的做法是 OK。你即摆即艰苦，你遐大条我无法度，啊无即个5000你摕去，啊无即个1万你摕去，啊无即个3万你摕去，啊心内就差不多是安尼啦。所以真侪少年人，我想即个才咧讲的是少年人。你若年纪较大到一个程度，你会当做一寡更较深的判断。但即个才真要紧是。伫即个世间真复杂，人的心咧创啥想？有当时啊，甲咱招的人，伊嘛毋是歹意，但是都招过手了，伊后壁的因素足复杂，伊嘛无法度通行利。啊，你有信仰有听什么人，你佫袂当甲逼，就算了吧。啊，真侪人捌我的人拢知影，我原来有即款的死人症。我对原住民有即款的割不掉的情怀。有人讲我是毋是牧师，是毋是原住民？毋是啦，但是我血液内面啊，敢若有流即款的血。啊，其实我若互因摕袂少钱，摕袂转来，就是摕袂转来，就算了吧。人生，特别是遐当需要的人，伊咧伫咱的面前咧讲的话，真少是真的。啊，当要安怎？我想基督徒。那对真正需要的人无血无目屎也不对，伤过良心也不对。所以伫即个遮经过人生有真侪操练变化了后，咱家己会理出一些原则来。OK， 遮第4点通过即个讲少年人，特别我要讲的是少年人，不要随便替人作保。第5要讲的是，要认真拍拼。少年人着认真拍拼，毋通变单。才有一段圣经，伫咧讲着，咱着爱教遐来学，教遐来学。咱斗阵读一个好无？预备来。懒惰的人啊，要查看蚂蚁怎样生活，向他们学习。他们没有领袖，没有长官，没有统治者，可是他们在夏天储备粮食，准备过冬。懒惰的人啊，你要睡到几时？你几时才起来呢？你说我只要打个盹，睡个觉，抱着手休息片刻。可是当你沉睡的时候，贫穷要像强盗袭击你，缺乏要像带武器的匪类攻击你。这咧讲唔通变单，少年人唔通变单，都爱骨力。都爱亲像狗遐，伫冬天也未来以前，你爱大声准备，大声有迄个危机意识，先甲家己装备好了后，认真拍拼，毋通对少年就先想要享受，千万毋通变做月光族，千万对少年就学习要安怎样勤俭拍拼，然后少年人请恁都爱逐礼拜。逐个月，甲收入的一部分，准备做感恩奉献上帝的一部分，对少年都爱培养。我要讲，这个习惯你若养成，将上帝的大声准备起来，这个习惯你若养成，对你的一世人的态度，对你一世人的经济运作，绝对有真正面的帮忙。则讲，着学教遐，着爱变单还是骨力。
骨力。OK， 第六，遮就伫咧讲到。面对心内爱有上帝，心里一定要有上帝。然后这一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来，咱来看箴言，然后约伯。来，今言家，咱到底来预备。来，在太初大地成形之前，我就被立；在海洋尚未出现，在有浩瀚的水源之前。我就出生，这个才咧讲到叫一个太初，才咧讲到大地还没有形成，才咧讲到海洋还没有出现，才咧讲到这个宇宙到底偌大，时间到底偌久，我们都很有限，我们是在非常有限的环境底下，来这个才叫一个上帝，你的上帝，你心里的上帝。这个上帝比这个浩瀚的宇宙，比这个时间更加久长。他是在时间之外，我们是在时间之内。然后面对这个上帝，他的存在有太多的深奥之处，有一种奥妙的所在。这个上帝不是你我，咱会当明白了解。所以你若读约伯记。约伯甲伊的三个朋友，用尽无知，迄三个朋友看到约伯受苦，来咧甲责备，讲你无信仰，你无上帝，你无敬虔，你无约伯一个甲因反驳到最后，约伯感觉上帝，你啥事，互我即个义人，我毋是歹人，啥做我拄着遮大的身躯的病痛甲苦难。约伯嘛对上帝讲几句，伊甲遐个责备伊的朋友拍倒落了后，伊家认为伊家己就是一个真有理的义人，遮上帝爬起来，换上帝伫咧质问约伯。来，咱来看这段的经文，咱读一下好无？于是上主从旋风中向约伯说。你是谁？竟说无知的话，对我的智慧表示怀疑。你站起来，像一个有勇气的人，你要回答我问你的话。我创造世界时，你在哪里？你若懂得那么多，只管说吧。你知道谁规定了它的体积的大小？谁在它上面系好准绳？大地的支柱定立在何物之上？谁为世界安放基石？这咧讲的上帝对约伯的质问。你若捌遐尼多，你若遐敖，你徛着亲像一个勇士徛起来我面前，应答我就要去对你问的话。你若遐尼敖，这咧讲着一项，亲爱的朋友，特别是亲爱的少年人，我望咱伫少年的时。爱真清楚，不要自以为聪明，要很谦卑，爱知影咱捌的足有限，爱知影咱捌的足有限，所以那谦卑的人，那会当有成长的空间。咱定定拢伫教会，我真担忧是真侪人自以为他认识上帝，然后徛伫上帝的立场，当然咧颁布法律。讲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我讲无知的人啊！到底上帝是谁？到底上帝在想什么？你真的知道吗？你家己生的囝，伊都定定甲你意见都无共，伊到底咧想啥，你都毋知。你一日敢咧煮饭，互你遮父母伊心内咧想啥，你都无法抓袂着啊！你要安怎讲上帝的旨意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就是安尼 ？No。所以，若有人甲所有的真理讲那清楚。有当时啊，离开上帝那远，有可能。这里讲，我要讲的是年轻人啊，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面对这个奥妙的上帝，足要紧。那这个才约伯伫咧讲，伊才到尾来咧讲，上帝啊，是的啦，我真正我是一个无知的人，前我所讲的，我家己后悔。前我所伫你的面前所讲过的话，伫人的面前讲过的话，我看做我无知，
恳求你赦免。前我听人讲你，现在我真正我亲目睭看到你。但咱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当时才会当了解。亲像保罗所讲，现在无明，直到迄日，当头对面的事，等到迄日，咱伫上帝面前的事，咱恳求上帝保守咱真正互咱会当伫伊的面前，最后今仔日的金句，咱斗阵来读一个箴言第9章第10节，好不好？预备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搁一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叫智慧甲聪明，认捌耶和华，认捌至圣的，听调伊，认定伊。但这个时，我要请咱来做一个决定，好不好？做一个选择。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因为这个耶稣要带咱来到这个至高的上帝面前。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因为这个耶稣要带咱来到生命的造物主面前，伊要报咱一条丰富生命的路，伊要报咱一条。现在你伫地上好好听上帝，听人，好好发挥你家己，然后到尾，这个耶稣要带你进入永远的活命，永生在那里。我已经决定。来，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永无回头，我已经决定来。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永无回头，永无回头。咱三甲来祈祷。阮感谢创造生命的主，伫阮少年的时，阮捌你；伫阮少年的时，你就已经呼召阮，阁互阮有一个热情，对真理有热情，对传福音有热情。然后阮望阮会当成做一个领受真理、传播福音、耶和宗旨，互遐毋捌你的人会当有一日原来来甲阮共款来听调你，互伊的生命会当得到丰富。主上帝，愿你听阮的祈祷，祝福阮厝内每一位还阁伫咧成长的少年人，互因心胸真阔，互因有谦卑，然后互因有追求真神的心，然后听人亲像家己。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见证分享，即时请青年团契副会长洪阳凯。足久无徛喺即种所在，淡薄紧张。兄弟平安，我叫洪阳凯。自细汉我就伫咧永福教会，就是基督教的家庭大汉。对这个信仰，其实伫我足细汉的时阵就开始来明白这个信仰。我细汉的时阵，记得我要伫我幼稚园咧困的进前，阮妈拢会就是讲咧困进前讲圣经的故事，互我听。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实在是足爱听这个故事。另外就是，阮妈伫咧我迄落要困进前，拢会带我做祈祷，伊会甲我讲，咧我足细汉的时阵就甲我讲，就是无论我有啥物困难，就会使甲这个咧天顶的爸爸讲。虽然我毋知影天顶这个爸爸到底，迄时阵我毋知影天顶这个爸爸到底会互我啥物，但是我就有即个祈祷的习惯，开始养成安尼，渐渐开始大汉，爸爸妈妈
就是会开始，佮有教会一寡长辈会开始问讲，我啥物时阵要受洗？这个问题，听到这个问题的时阵，我才会开始就慢慢思考，这个信仰对我来讲到底是啥物？有一寡较乖的人，就会家去拼圣经啊，也是去找一寡基督教的册来读，来了解这个信仰。啊，迄个卡多牧师有讲，阮爱勤劳，我较无遐勤劳，我较懒惰，所以其实我无足常去拼圣经的，嘿，我会记唯一的一届我甲圣经拼完是伫咧国中的时阵，教会有迄个1周年读经运动，迄个时阵我第一届甲圣经自头到尾行完，迄届了后到即马无行过第二届，嘿对，但是我开始思考讲，为虾米就是这个信仰对我来讲到底是啥物？我有足侪问题，例如讲，这个世界决定真正有上帝吗？我想其实足侪人，足侪青年人嘛有即种想法过，因为我较相信是我亲目睭看到的物件，所以我拢感觉爱看到啥物新粒，才会使就是表示讲，就是上帝真正存在安尼。但是慢慢我去想讲，搁有就是上帝真正有创造这个世界嘛？亲像牧师甲我讲的，因为咧学校学的，就是课海顶有一寡大爆炸还是啥物，这讲世界会开始是对一个大爆炸安尼开始。面对这个问题，我思考足侪，但是希伯来书3章14节讲，咱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咧基督内底有份啊。我想，这个信仰第一个爱就是咱爱相信，我相信，有即个上帝，毋管伊用啥物方式去创造这个世界，毋管是大爆炸还是啥物方式，我想。这其实无足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上帝，伊来创造这个世界，安尼。我相信伊是真正存在，伊会听我的祈祷。但是听我的祈祷是安那咧？来，阮来看我的以前的祈祷。我咧读册的时阵，国校希望有好的国中，国中希望有好的高中，高中希望有好的大学。但是无一定全部的学校拢是上好的大学，成绩上好，排第一的学校，并毋是安尼。上帝予我的，无一定是我买，但是我回头来看，伫咧我的学习过程中，每一个学校拢有足好的回忆，拢有足好的就是回忆。另外就是，常常我的祈祷，咧我感觉心情无好，也是甲朋友冤家的时阵，我拢会甲上帝祈祷。上帝有听无？无一定有好好嘛。但是，至少我感觉对我来讲，即摆我会使徛咧遮，足欢喜的甲大家分享这个信仰。就是上帝有听我的祈祷的一个回应，安尼。好，除了上帝以外，我感觉这个信仰对我来讲上大的是，教我安怎去疼人。就是，我感觉耶稣伊牺牲家己的性命来洗净咱的罪，这是一个就是疼的足大的表现。我感觉我会使，因为我的亲人。因为我的朋友做一寡牺牲，但是应该是牺牲可能无遐济啦。要我付出我的性命，我可能嘛是会思考一下，安尼对。对耶稣来讲，可能阮是一个第一摆看过，也是
从来无看过的人，但是因为阮有做，伊用伊的血去洗清阮的罪，我感觉即个牺牲是，即个爱是，即个疼是足伟大的。啊，常常我最近咧滑迄个 FB 的时阵啊，就会看到一寡街头实验，就是因有一寡人故意摕钱去等咧迄个流浪者的边啊，互因去捡，啊捡着以后，因就迄流浪汉就去买一寡伊的食的物件，吼，啊想讲哦，捡着钱啊，会使好好饱餐一顿，啊但是伫伊买完食的物件的时阵，即个实验的做这个实验的人就假做一个可能无钱啊、破产，也是就是遇到真大变故的人，去甲迄个流浪汉摕钱。遮啥物拢无的流浪汉，难得会使好好啊饱餐一顿，但是看到遮有需要的人，伊嘛是就是足甘愿去甲原本买的物件退掉，甲迄钱摕来分互伊感觉有需要的人。我感觉阮足需要有，无一定是种疼心，但是这是一种疼的表现。我感觉我足欣赏即种表现，嘛希望家己会使活出即种有疼的生命。那就是即个信仰，确实教咱安怎去疼。啊，咱也会使就是疼厝边，亲像家己疼，会使无求回报去疼一个青训人。我感觉这是这个信仰爱阮好好去学习的，嘛是耶稣的生命的表现安尼。伫这个信仰内底，其实我阁有足侪需要去学习的，嘛毋是讲真正足了解。但是我知影，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是，就是我确定我袂信仰，安尼。其实我知影足侪我身边的朋友对这个信仰，其实大家拢活甲足基督徒的，但是因就是无洗礼，就是因问因讲这个信仰好无？大家拢讲这个信仰好，但是因拢还袂洗礼，嘿。就是我想要甲我身躯边遮个朋友讲，恁若已经就是确定承认即个信仰，就下一个勇敢下一个决定，甲上帝做一个约定，做伙就是准备来受洗。我分享到遮，谢谢大家。献诗。青少年团体要献的诗歌是《开我目睭，互我看见》。
夏季学校报告，请总召谢瞩目。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即摆主理下贵学校的总召，我叫谢祖木。啊，阮即摆，阮有，这是看者，大家看一下哦。来，这是阮即摆的布条。阮活动拢是伫咧8楼咧举行，嘿。啊，阮头前拢有一个破冰带囡仔耍一个游戏，因为阮等囡仔大家拢到，阮才开始阮的活动安尼。了后，阮即摆有唱歌，带因唱歌，每一工拢有唱歌，5工头前。哦，恁看，因种欢喜的。了后，阮有讲故事。阮第1工是讲绘本，第2工是阮青少年演戏，第3工阮是讲牙齿保健，保护因的喙齿，安尼，教因安怎撸喙齿。啊，第4工阮是演戏，换助理学的老师演戏。啊，过来，阮有分班时间，阮拢会带因做一个小小的活动。这是因咧有诶尊重迄有诶人可能有欠缺，身躯有欠缺，啊，因咧学习因咧画图安尼。啊，阮第5工无分班嘛，无讲故事，阮是带因耍游戏，大地游戏。嘿，真欢喜。好，这是阮最后这是阮的大合照。嘿，阮即摆学生仔有60个满，啊，阮青少年老师有20几个，啊，加主任个老师安尼，嘿，啊我，哦，好，啊我想要感谢大家对阮主任学即摆的事工支持，多谢大家，啊嘛请大家继续支持阮主任学。做的事工，嘛为因来代祷，多谢大家。第3报告，请总召邱怡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即届第选队的总召邱怡萍。感谢兄弟姊妹的关心甲代祷，互阮为筹备到底选的1礼拜中，有上帝满满的恩典甲疼痛。虽然伫迄礼拜有落大雨，嘛有淹水，毋过感谢上帝的保守甲看顾，互底选队甲夏令营的进行拢真平安顺利。即届阮是举办规工的夏令营。虽然规工的夏令营真正足忝的，毋过看到囡仔的笑容，佮看到囡仔伫夏令营5工中的成长，阮就足欢喜、足满足。甚至伫拜六，夏令营的囡仔甲阮做伙徛伫庙口，用诗歌、跳舞来传扬主的话、主的福音。刷落来，咱做伙来看一段影片。是底选队伫仁爱教会中1礼拜所做的工，甲伫迄礼拜感受到上帝满满的疼痛。
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满天同欢喜，在天府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约定齐心呵护，不然你伤心。刮风或下雨，阴曲从不离开你。天府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
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不安？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因在你里面满有平安。我的心啊，追向神的荣耀恩典。我的心啊，纪念神的无比大爱，真理引导我，真理引导我。我的心啊，满有平安。神啊，我深知你在我的拳头，坚持坚持到底，奋勇向前领受应许。神啊，我深知你在我的拳头，全心全意爱你，快步跟随成就你的心意。我的心啊，追向神的荣耀恩典。我的心啊，纪念神的无比大爱，真理引导我，真理引导我。我的心啊，满有平安。神啊，我深知你在我的拳头，坚持坚持到底，奋勇向前领受应许。神啊，我深知你在我的拳头，全心全意爱你，快步跟随成就你的心意。向前走，望着标杆向前走，收紧我你的双手引导我。向前走，望着标杆向前走，在等候你的声音告诉我。神啊，我深知你在我的拳头，坚持坚持到底，奋勇向前领受应许。神啊，我深知你在我的拳头，全心全意爱你，快步跟随成就你的心意。这是第选要献诗，第选队员要献的诗歌是唱俄勒的歌。
青年部报告。今仔日是中中青年部纪念之日。今年青年部所定的主题是 DNA 上帝的竞选，互青年毋若是知影家己是上帝特别的竞选，搁较互教会的青年认捌家己的信仰，将信仰藏伫生活中。部会的组成都跟以往一样哈，都是让各教会的选出会长之后，然后在年会中选出当届的部长。好，这是今年的 DNA 主题。那这是已经办过的活动，好，在立委初有当新娘。第3月底的时阵，伫本会举办原音传唱诗歌见证晚会。这是小区的活动，中华小区伫鹿港板十字路口，好，还有伫花大教会赖给上帝，溪湖教会的区会，阁有万林小区的，万林小区嘛有请木匠乐团来音乐分享，阁有李林小区，好，这是阮来看一段影片。影片当中主要是为顶年传承到今年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好，不要紧，阮影片在线上播放哈，因时间有限。好，这是来因信息第491首，打伫青年时代，请起立，阮因第1节就好。青年时代，人生充满选择，思想看法找求应答，面对茫茫机遇，主愿要归往你，求你应带无离。伫阮一生所行所做，找你欣赏旨意，只是请咱来吟第1节就好。这是来回应上帝的爱奉献。
请起立。请坐，报告甲介绍，请王牧师。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有遮个青年人、少年人，甲咱三甲伫遮带来真侪丰富的资料。咱搁一摆甲因拍一个扑克咧，好毋好？连续3礼拜，真辛苦哈。对仁爱教会，然后咱家己的客服班，然后到夏令营。前前后后暝时日时，因拢伫咧做准备吼，真多谢。毋望通过即个过程，互遮个青年人，伫信仰人格会当有真水的成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较紧来做报告。咱教会内部有一寡簿册，请各部若会当将即个簿册交办公室牧师看过吼。若迄个张目就通互建仁长老。拜五有蔡牧堂牧师真好的演讲，邀请咱兄弟斗阵来特别中接吼。然后过来拜六，咱要去青年礼要去河湾北峰。即摆报名已经40几个，愿主保守一切拢平安顺利。然后咱后礼拜阁有青年礼的礼拜，吼。请为着遮个青年人，咱对心底真正祝福因。过来是8月26，咱有要举行洗礼，亲像拄则杨凯咧讲的哦，遮个青年来也未洗礼吼，鼓励你逐个人小少斗阵来。即个上帝你永远无法度通捌你，但是人生若有上帝的信仰，比完全无上帝的信仰，还是信仰了毋对。我想，即个有上帝、相信创造主上帝的信仰，迄个是即个信仰帮助咱足大。迄个到年老的时，你就知吼。然后咱有要培养一批迄个左右的人才。请来到警教办公室报名，左右安全有带左右，这即摆真要紧吼。华语堂要去迪巴恩做邀约礼拜，报名到8月31。秋情团即摆需要人，也阁需要人，请若会当的时，咱踊跃报名。今仔日的迄个后礼拜，仁爱教会团队要红幕，咱祝福因。若假使有人要加入，要去参加迄个到联合国去台湾进入联合国宣达团，迄个时间9月7到17，邀请咱有青年的全国青年的读经营、读圣经的营会，伫圣约学院，时间是10月19到21。遮教会内面有做者事工、做者代祷甲关心，请咱逐个人会当斗阵来。我想即个时。我要甲咱中间一个青年，我若鼓励，即我若是青年，迄个咱的执事，迄个壮年执事的后生，伟达张远伊即边迄个时代力量推选伊来参与做咱即区的迄个议员的参选。张远伫开幕的中间，伫众人的面前带众人祈祷愿上帝赐福咱的土地，即个土地。我想伟大，咱甲拍一个扑克咧，好毋好？对荷兰倒转来，对荷兰倒转来科技的博士，投入伫即个土地的选举，愿上帝赐福。伊的弟弟冠达是国际上真出名的魔术师，昨昏我若伫遐有表演吼。
OK， 咱三体大道啊，愿上帝赐福咱教会青年。以上报告，多谢。这是来吟圣诗第589首。亲爱主，牵我手，亲爱主，牵我手，引带我伫徛在，我野身真软弱，常失败。经风影过暗暝，带我行日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请起立来吟第1节就好。因煞请牧师带到。亲爱主。引带我。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亲爱的主，伫阮人生的路，阮需要你牵阮的手。亲爱的主，伫阮生命的过程的中间，阮需要你保守、引带、同在、祝福。互阮每一个人真正会当伫阮的人生会当诚侪即世间的光，即世间的盐，诚侪一个夜落好情只有伫社会的人。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保守咱每一位特别永福教会青年，拢活伫上帝的旨意中，对即时到永世代得到主的听。阿门。请坐，灭倒散花。咱等下有圣经课程，就到各班去。灭倒散，请青少年留来翕相。因为我后面那页
面那页不见了，后面那页不见，整个后面那页全部在乱讲。真的，我后面真的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后面那页都不见了。啊，是谁要拍照啊？